哎，跟那起什么作用嘛？那个是保暖房啊。哦，保暖房。哦，这样。哦。这不是团队，这是大家都是亲戚。哦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罗亚的姐夫，他的姐姐、哥哥。雪花厨是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干果，干果，苹果干。这是吃的。对。这个也是。这个核桃嘛，野核桃，山核桃。今天那么都吃这个了。哦，对。你们是山西的吗？对，山西的。听口音好像是。刚去了嘞。
你老婆吗？是呗？哦。前天出去下了呀。家东。那么俺们吃过。我把车子开过来吧，可以吗？我开嘛。啊？我开嘛。会不会？可以开。真的？真的。东西不会压了哦。那劈叉了打屁股哦。你好，您是现在就是在这边生活？没有啊。也是，还是说过来也是走亲戚来的？不是，我很早就来这里，他们很多小孩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就是这样，别的没什么。啊。他们我全部认识。那意思就是你现在在这边成家了，对吧？没有，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我是上海的啊。我每年都会来西藏。哦，明白。每年都会来西藏，不是仅仅这一个地方。明白。是吧？真佩服。这没什么好佩服的，只不过是。吃不值钱。你们就是吃的这啊？就是吃的这。吃的什么？就是表面，就是吃的这。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了，你平时看不到，他们吃的就是糌粑肉啊什么的，这个是已经算是像过节一样的了。哦。你不要看，只吃这些已经很多了。今天吃的就还是算好一点啊。啊，不是好一点，而是好很多。哦。对嘛？那也不多嘞。也不是这多。对。啊。哦。你开始有嘛？俺开始吃过多，俺吃过多，自己去啊。哦。还多少了啊？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吃不牛就不牛，大咋多啊？
今天他们大家村子里面做茶杂的，这里专门有做饭烧茶的。刚子，起来了。我的。嘿，嘿，这也不多了，是吧？今天他们做了很多的。你好，老吴。你好。八点哪里去了？八点发售。哦。就要赶紧给我走走下，车都缺啥给我们。哪里？我认不出来了嘞。
我以为你是旅游，我看一下没有。小心啊！我自己看啊。你戴着口罩，我不知道你是谁嘞。我是老爷子妹妹的。怎么照？这里啊。这是拍照模式，这是录像，这是拍照。哦，我知道。这是录像的。看清楚了没有嘛？你好。哎呀。你怎么？没事嘛？他这么黑，你还跟他你好？我要抱一下。不要这样，别人有情绪。没事嘛，朋友嘛。就是，你现在好吗？我要照相啊。你的好。怎么样嘛？好。好。哦，那也不错嘞。你妹妹说，这边都是亲戚的，不能抱的。没事。看会了没有嘛？吹牛。啊，就是。小李上海有。他上海工作的。你在做什么嘛？洗衣服吗？那里？不是，洗盆子。这是你妹妹？对。那不像嘞，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嘞。现在人长大了要变漂亮。漂亮什么？像个汉族一样的，没吃过阳光的一样，吃饭没有的一样。我天天吃牦牛肉。是不是汉族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照片，我说不是的。罢了点。您好，然后问一下，就是您知不知道，就是咱这边村里村民弄的这个雕塑，它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是敬佛的，这念经的。哦，这个知道，他是藏族的嘛？麻烦您就是帮我们那个什么，就是解释一下吧。翻译一下。翻译一下啊。不是翻译，首先你说的是菩萨的照片不对的。我不对的。这个叫叉子，就是泥塑的佛像啊。佛像。它里面有很多表示坛城祝福的意思啊。里面他们也会念经，把五谷全部放在里面啊，让今年的天气好一点，牛羊长得胖一点。头目漂亮一点。牛不要长得漂亮一点，这样是吹牛的。那这是他这是他的一个什么？他的一个。我后面那句不对啊！我说姑娘长得漂亮一点，那是应该的，这是我加上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必须。这里的姑娘是漂亮，我说婆母也不多的，这嘛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马的，大叔的，阿布的。开玩笑，我也是汉族，我知道的没他们多。啊，就是您哪里的？我啥都知道。我上海的。啊。我啥都知道，我从小到大。你一天到晚吹牛。我真的啥都知道，我从小到大这里所以吹的，你长大了全部在外面的。你从小到大。你跟汉族还汉族，你比他还白的。你从小到大在。你是假藏族的。长大的，就是城市里需要什么？你比我都白。就是他还白得很嘛，你看，一直在内地上学嘛，他上学的人，他不晒太阳的。我不是上学的。对。我天天待在这里啊。你看你姐姐。姐姐以前可以的，现在可以了的。走。啊。吃牦牛肉，走。我吃完了嘞，我去看一下嘛。你吃的是米饭吗？妈的！我吃的是肉嘞。什么肉？牛肉。照不了吗？啊？照不了啊！你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真的照得了。以后我给你教的。你现在给我教一个嘛，我也想。你看，这个嘛。这个是录像的，我知道。现在轻轻的按一下，它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。我要照一个那个雪山。照一个雪山，你把它拉近一点。看到了没有？拍了吗？它在录像，看到没有？只按这一个，按一下就照了。对。那我按了还不可以，按了很多，那你肯定没用了的，劈叉了的。嗨。这里我妈妈和姐姐在这里。哦的。哦，我这里坐一下好吗？
哦呀，你坐嘛，你坐嘛。我到这里。我在这里，家里也不多的。你什么时候去上学了嘛？我不上。好的。我妈说的是你这里。chuẩn bị mấy tuổi? 这上面去，就在地过来的，走嘛。好的。啊，这是丁子琼碧他们现在家里嘞。老爷走了嘞，老爷嫁出去了嘞。哎，你们全部走了没？这种把没死了。哎呀。妈的，没。哎，你们藏族穿那个藏装好看嘞。罗亚装有没有嘛？你穿了没有？我有藏装。我家有。我酒店上班的时候穿藏装的。是吧？哎呀，我还没人就带给带有。瞧起来个的嘞，我就带叫了累死了。瞧起来个的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拉萨做呢？我不去拉萨的。拉萨工资高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那工资多少嘛？啊？3000多的。现在？哦，那拉萨不多吗？对不对嘛？是不是？我大姐她耳朵里面那个不行，耳朵堵住了，要清洗一下。那个有药吗？说。这个要想办法在医院里面用一个像吸尘器一样吸的管子放在里面，那个吸出来。他以前去过那个巴苏没有的，波密也没有的，拉萨可以的。有没有嘛？没有。有一个清洗的人，清洗了一下，一周也不够的，一周就出来了。啊，那要每一套工具自己想办法弄的，这样天天有的话，那自己要弄的。否则的话，那个要吸尘器一样，都知道吗？一个吸管子放在吸尘器里面吸出来的。这个我不敢弄嘞。不是他，我啥嘞？这个不是听嘛？哎呀，巴拉加，巴拉几？你给我一个相机吧，我以后拍照给你发过去的。嗯，不可以，啊，刚行。刚刚那个小孩子去哪里了？外面去玩了嘛，他们。外面别来了。那里房子那里去。叮咚这个一下就是。不要像我一样说话。好的不学。哎，我看你小的时候应该多打两下，打你我跟你说。你给我打。啊。小的时候我看到你对你好的嘛，那现在你现在嘴巴话多得很嘛。因为你以前打过我们，我没打你啊。我这么多话。那没有的。你上学去的时候。我觉得有的，你以前打过我，我流鼻涕流了这么大的。没的。你去巴苏县上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碰到你的。那时候你连话都不说的。
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，你给我那10块钱，我都心都飘放弃了。不对，你上学期我给你当时很早的时候，我给你100，我说你好好读书啊，不好好读书的话以后不给啊。那我你忘了吗那时候我1年级的时候，我天天拿奖状，我天天拿奖状的。到时候我上完初中的，初中毕业了以后的，他们不让我读书的，我就放弃了学习了。那也不明对的。那我自己也心里有愧疚的，没办法的，没钱的话就这样的。也不明对的。人来是一天。哎呀，现在。啊，2年春啊，俺还没过的，还过没？你以前去过的？去过的。去过还没过，还没过就是没。现在不知道的，现在他们路全部重新全部修了嘛？那新的嘞，是呗？他们前面现在村子里面房子全部新的嘞。他说那里痛吗？有，喂，是这里有个骨头是呗？这个两边这样的嘛，这里面有一个骨头嘛，是下面的吗？别的地方不是吗？这里不是，这里不是，这里那吃完饭疼吗？还是？吃完饭疼，饿了也痛。晚上睡觉嘞？晚上睡觉，早上起来的时候痛。今天早上妈妈给我一个白色的这么点药，我好了的现在。什么药？胃药，胃。什么药是胃药？我也不知道。吃饭消化什么的。那不是的。最近生病了的，瘦了的，看就这么一点点肉。再不吃饭的话就没有骨头。我跟你说了嘛，跟我走日呗，天天吃日呗，2个星期胖了嘞，这么大了，怎么样？不去，女孩子嘛，瘦瘦高高的比较漂亮。又来了，你看，白说嘛，对吧？前面说了那么多，全部浪费了。等一会儿我给你要嘛，那你要的话，就是有点酸了，对呗？酸的出来了呗。偶尔觉得心情很难受，知道吗？哦，就 heartburn。就是别人跟我说话，我就讨厌，就不想跟别人说话，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。哦。那没事的，那以前小的时候吃饭啊什么的不好嘛。所以胃不好了。哪有？林志兄弟小的时候要去做和尚，跳舞好的了，嘴巴会说的嘞，说的厉害的很嘞的。然后现在去做了几年和尚？2年。那你为什么要跑了嘞？不做了嘞？啊？为什么不做了嘛？说一下嘛。不喜欢吗？啊？不喜欢。那天天妈咪问好嘛，也不明白。好的，强迫木了对不对？谁？不给，我穷得很嘛，钱没有嘛。你会不会嘛？你什么不会嘛？那会的话，
吹牛。啊。巴拉嗲不会吧？架子不会吗？吹牛。啊。我等到时候问老爷。我问老爷，老爷说会了再说。哎，他说话不要听啊，他说他什么都会的，拍照片会的，架子会的，什么都会的，会不会嘛？我说他不会嘛，他没学过，不像参加一样。参加我教了很长时间了。我那个你们一样的主人一起去过。去哪里？冰川，两个冰川还是那个美德冰川。你到时候我看一下啊。罗宋都不会的，我都不要他跟我走的。罗宋。哦，他上次我叫他拿架子，他给我拿架子，不知道怎么打开的。参加会，参加我教了嘛。参加小的时候，他跟我一起去嘛，到处去嘛，到处走了嘛，他会了。啊，刚写啊，参加小的时候就去了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到处去嘛，他全部会嘛。现在他跟我一起开车，他也开车嘛，学会了嘛。那现在他们老板看他厉害的很嘛，那天天叫他。是不是？现在老爷好多了啊！老爷本来就好多了呢。不是你得给他画一点层次嘛，眼睛、眼圈画一点层次嘛。眼圈画了，快快。一点点的眼影了，不要画眼圈了，眼影了，加一点眼影。知道的啊，我以前就是拍美女的嘛，那这些知道一点的。眉毛深一点呢，它太浅了嘞。眉毛深一点，要不要给他那个涂一下的？我有那个。眉笔有没有嘛？有给他画一下嘛，否则的话不好看了，太白了。眉笔这样反差大一点，你眼影画一点。啊。就是嘛，但是人好好的没有的话，画一下会好一点嘛。但是落叶本来就可以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嘛？嘿，笑什么笑？你说话会哦。啊？你说话会。对，我普通话会的，我说上海话你听不懂的。你当做什么都会嘛呀？啊，不会的。不要画一堆啊，一根一根画的，那漂亮了，尖一点。你把老叶上面嘴唇稍微画厚一点点会好看嘞。好的，马上。上面嘴唇太薄了，不行。你那个刚行。车是450那个嘛，是吧？以前的那个不是嘛？450嘛。这个100型嘛，但不是450嘛，450是红的嘛，那个。上一次以前开来的嘛，那个红的嘛。都还说的不行哦。你现在不行了，你跟参加比差远了嘞。小时候还学2句的，现在不学了。我看你，现在没有办法。我们小时候就学普通话的，读书的时候学普通话，不学普通话出去不会说的。你老家的话什么说？老家的话你听不懂的。你说一下，我听说。啊，阿拉交关辰光没看到了，看到了蛮亲热的，对吧？感觉蛮好的，对吧？听懂了不啦？侬没听懂？听懂什么？说。听懂。吹牛。我老家话很多人都听不懂的，我们上海话是不一样的嘛。
不一样，全部不一样。现在这个170，热，但是话你开了一个270嘛，是吧？以后啊，这个车坏了的话，那以后再说嘞。像现在我不知道的，这个车要坏了的话可以的，这个车贵得很嘛，那买不起的。要不要给他换一个眼线？眼线稍微画一点，否则太白了的。你会不会画眼线嘛？眼线最难嘞。会你给他画一些嘛？那漂亮了。他动来动去的，我不敢画的。等会用脸上画的。试试看嘛，哎呀。我不敢画的。那算了，我给他换一个年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不好看是不是？啊？可以的，哎呀，让他试一下嘛，试一下知道吗？他以前嫁人的以后没有嘛化妆，什么都没有嘛。今天妹妹在嘛，那就玩一下嘛。女人玩就这样玩嘛，男人玩嘛喝酒嘛，抽烟嘛，对不对？女人玩化妆嘛。他们酒不喝，烟不抽嘛，对不对？你有香烟吗？他妈多的。你看，给我一个嘛。哎呀，那买那么好的烟，那么好的烟，你这个家伙，10块钱的烟可以的。哎呀，这个不行的。现在没有那个大青米。啊？大青米。什么叫大青米？大青米抽的好多一点，中华一样。太浪费了嘞，不行嘛，这样。我不抽那么贵的烟呢。抽烟的话烧了嘛，没有了。便宜的可以的，一样嘛。啊，刚行。说普通话的耶，那以后会了的。那游客啊什么的都可以说话了，你不说，商家现在可以的。每次我跟他在一起，他就说普通话，藏语不说，那说的话没用了嘛。你给我带的话多一点的。我想一想啊，我待会问老爷啊。老爷问什么？老爷什么都不知道。老爷他人好的很呢，不假话不说的，只说真话的，知道吗？那不一样的。你小时候我看到你们天天嘴巴像你妹妹一样，别，说话蛮不的。小时候一样嘛，跳舞，然后看女人嘛，对不对？你连得嘞就那我们说真话嘛，那小时候就这样的，那厉害了。哎，你这个怎么弄掉了？牙齿金的，弄掉了。不要了吗？这样可以，牙齿可以的。我也想画个眼线，现在不画了。我看，好多了啊，真的好多了。啊，哎呀，你就这样一天习惯一下嘛，那可以的，我看，可以，今天就这样玩一下嘛。哎呀，你在家里天天没意思的，对吧？他们玩一下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好看不好看一天嘛，明天没有了，明天枕头上面全部擦完了。明天早上开始没有是吧？或者老公吃完了，是吧？没事的啊，可以的。晚上老公吃掉，老公吃完了，那可以的。哎，
说普通话，他也会说普通话，你也会说普通话，让我听见嘛。哎呀，说什么？那搞什么嘛？练习练习嘛。哎呦，妈日的 ！Hello。今天我们那么多人坐这个车啊。对，给他叫女不敢说话，我们得爷爷。看到，俺自己给他就没有听过。边上是罗亚的妹妹，那边是罗亚，后面是大姐和她妈妈。What's your name? 过得怎么样？ How about your life? It's good or not?新车，对呀、刚开始不要买新车。不是刚开始一。来老鸭家里，老鸭在煮面条的，他们烧的木头，房间里热得很。这是老鸭的妈妈的，他们今天都来这里住几天，然后可能要去波密的。嗯。
부실러. 오케이.常家的舅舅，这是很早以前就到这个寺庙里来了，现在做的挺厉害的。加面度。加面度，对不对？加面度，前面度。你这个帽子多少年了？啊？你这个帽子。吃吧。